灿树风台的暴风箍仔今仔下晡已经扫入来恒春半岛，海边开始起大涌，往来东港甲小琉球的东路线。本地拜六规工停驶，不过有业者趁透早的天气还未变歹，就加开船帮，互未少民众赶紧坐船返来东港。另外，嘛有农民是赶紧采收芭乐，减少损失。满洲的海边，海涌一波搁一波，而且愈来愈悬。灿树风台顶部已经接触恒春半岛，海边开始出现风雨。加在东流线的船也会当开，对小琉球来的船靠岸，就看到未少民众赶行李落船，因为风台的关系，真侪人拢是提早返来东港。提早回来，因为是台风，对台风天的关系，这是加开的船班。本来今天要去浮潜的，现在没有了。本来今天是要停航的，那么因为实测风力允许的状况，我们希望把滞留在琉球的旅客能够运回来，所以今天加开3个航次。因为顶部海上风力二级，海涌关岛则一米半，东流线拜六临时加开船班，互民众赶紧返来本岛。另外，潮州嘛有农民趁还未落大雨，赶紧采收树顶的芭乐，减少损失啦，因为风雨多大不知道，那也就做万全的准备这样。那芭乐爱赶紧采收，遮山野的树栽嘛爱加强固定，莫互大风吹倒。大雨还未来进前，县府已经载来真侪太空包，甲零落大牌报环的破空补起来。顶头风台溪水冲破报环，害附近的道路甲田园拢淹水。这摆水利处有做准备，全面警戒。记者邓家文、赖伟哲，屏东报道。